来看婚姻的消息，婚姻县政府联合企业共同推动全台湾头一个乒乓村，除了将古坑乡民众服务社无地用的空间改造练乒乓的所在，同时引进运动科学以及健康管理的概念，期待讲会使培育人才，营造地方运动的产业文化。云林县政府和高坑乡公所、高坑乡岛球协会共同推动全台头一个将运动科学和健康管理作为核心理念的岛球村，在今仔日正式揭牌。可以帮助选手在场上快速的了解他的优缺点。岛球村有两位有专业岛球教练和裁判证的云林在地青年，透过自行研发的运动科学来提升体能，还有平衡食食。用当地的咖啡，然后来促进运动表现。每一个课表的训练，我们都还会给他一个小测验，让他们知道说他在这个过程里面进步的多好。期待透过全国首创的岛球村，除了会当强化人才培育，嘛会当营造地方的运动产业文化。Hello， 大家好，我是乃瑜，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你按赞了吗？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赶紧订阅起来，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